我每一次唱呢個歌咧都失敗，我希望今日可以完完整整咁唱完呢隻歌。我呢位特別嘉賓就係我的爸爸。過去我總覺得爸爸怎麼這麼瘦，我聞住那房子怎會那麼簡陋，同學也有的東西，只得我沒有很醜，就連他的私家車也太殘舊。200尺的家，一家6口，空間不夠，我寧願在廚房為會考加油奮鬥。橫豎每晚歡樂今宵，講再會了很久，朝客廳方可給我睡覺。然後，終於我自由，努力前進，想衝到前頭。然後，唱什麼都有，直至我攜着我孩子的手，常記起在我小時候，門前看爸爸背影，我哭得不回首。在許多年後，最後一次放手，在病床前看爸爸專有的笑容內疚。然後，終於我自由，努力前進，想衝到前頭。然後，像什麼都有，直至我攜着我孩子的手，常記起在我小時候，第一次放開手，學校門前看爸爸背影，我哭得不回首。在許多年後，最後一次放手，在病床前看爸爸專有的笑容內疚。永遠我都記得爸爸寫字多清秀，我每逢犯了錯，他一切也都接受，從未試過給他高歌，他最熟那一首，一生何求？我的爸爸最富有。
晚係40週年啦，係我音樂路上嘅一個里程碑。咁我覺得咧，我應該唱呢首歌，因為呢位朋友咧，即係對你嚟講係一個朋友啦。因為嘉賓咧，由我入行唱歌做電台，佢都喺我嘅背後支持我。我做嘅所有嘢，需要助手助理，甚至會計等等諸如此類打雜咧，佢都係一路咁幫住我嘅。但係當時我又唔知道，原來佢付出咗咁多嘅，仲有啲少爺脾氣添。有時因為工作好繁忙，有時好攰，有時好眼瞓。